全球能源的介绍一直会起哦，咱国内电价伫7月份嘛针对用电大户起价，烦恼水电暖气的服务价波动上过大，所以自本7月份要开始来征收耗水费哦，宣布要渐慢实施咯。水利署今仔嘛表示讲，什么时阵会来征收，目前是无时间表，会过来做评估。 厂商小改脱水设备，嘛有业者透过人工智慧用手机互厂商，甚至地区通预测欠水的状况。因为极端气候，去年大欠水，今年本地要伫7月实施耗水费，但是到达拢也未执行。政府刚刚来调整电价，那耗水费的征收的对象几乎跟电价调整的对象几乎是一致的。那所以考虑到各种因素，目前是暂缓。 水利署表示，因为全球能源起价等因素，嘛避免供给强豪爱面对水电双起，才会先暂停政策。不过，外界嘛关心全台水库的水位甲物价指数，若拢符合着标准，敢会是开征的条件？在今年的操作上，我们尽可能的让它满库，所以到年底之前供水无虞，而且展望到明年的枯水期之前，我们也会尽力的来达成供水的任务。水利署嘛表示，目前耗水费的实施也无时间表，会搁看国内外的情势来评估。嘛，因为最近几冬欠水，地方积水等等，互大家有感。台湾国际水周展览将要登场，再生水的循环、智慧水联盟等等，嘛是未来关心的议题。记者电报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